生气。倘若天下人都能如此，岂不是成好了？我那曹王兄弟也不为寸事偿还了。兵大王，王太尉所见，孤王便去。好了，当饭要完，事关莫问奉天。
能如此粗心？此后当今人为上，索取从简，休得担负。谢待我头姑，你为我抬身受过，欺骗孤王。奴婢不怪，奴婢自责。你方才看的是什么书啊？奴婢看的是《诗经》，是哪一篇呢？一言一篇。一。难道你也有兄弟姐妹在分离的哀伤？待我用我们是亲如君，才上姑娘，女红为出高度，善良师长。只因为祖父重，必是我的病，不奈我被真公来落离家乡。千里石公到上岸，待你轻松来敬仰，身上花草茂盛丽，留下了落山故地人凄凉。我的亲国从两离开呀，我是你岂能不悲伤？西天带有弟弟烧衣裳，多一年我归错寺中离情啊上。
随我一同伺候母后。是。小子。
到公门外时儿，王儿也到速速来报。文武百官奉旨单位拜见三公娘娘。王位上妃到此，怎么文武百官到内宫扫拜礼了？夫人，夫人，禀夫人，吩咐早晨在宫门等候，口声声要召见娘娘。王儿在哪里？娘娘在哪里？王儿在此，娘娘在此。神奇见驾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自投平生。自读。自投把了起上，奉王神，君臣同饮，平成强，飞扬公子还王儿，不送比家珍手头。万岁！神奇在不管奉奏，请万岁赐为神令。爱卿真是何意？万岁！王儿应见贵子用，希望对君传动。其此生穷乡家贫穷，能助寡人安民风，其人为公务为地望界。故君尽所愿。万岁呀，期待就无故非绝从。越太子越敬你千两越公风。罢了罢了，寡人略知一提，爱卿话等王儿自从。万岁！来来来，寡人为爱卿登上王儿自从。来来来来来来。万岁！圣亲娘家凋零，父亲父亲，有苦生万岁的体面。爱卿，正因你娘家父亲不千年，方能将何当群的去
爱卿。生前有句话，不知当家分。爱卿与话请讲。万岁！公自云
才也是不教训你，你就推懒。去为公骂了啊，老爷！你我要追因，换我今天不打死了你！老爷，打死你！老爷，打死你！老爷，不要挑眉！老爷，弟弟要出生命的！换在女儿份上，今天就少了你！多谢老爷，多谢小姐。老爷，什么事呀？慌慌张张的，叫你去通知各地债务，将原来3人列谢改成4人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老爷，小生刚刚要出生，正好看见。滚！这2张王榜，小生崔中先去一看。王榜上写什么？一张王榜上写着“眼睛高丽广播，为着严守不得”。哼，新王登基，笼络民心罢了。那还有一张又写什么？这还有一张嘛，是退王爷寻找宝地。退王爷寻找宝地，与我何关？老爷啊，王榜上把国舅的足迹年纪出生写的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老爷啊，那退国舅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曹府的为马家奴邓光平。你看清楚了吗？千真万确。邓光平是对王爷的亲弟弟。是啊。老爷，这个奴才转眼就是过去了。他实情这些年的苦难，愿告诉我们。老爷，哎呀，滚！老爷啊！我将女儿嫁给他，把小姐嫁给他。我不但要把女儿嫁给他，我还要送上一门大大的家长。什么家长？9千贼权。新王不是要严惩高烈本不吗？我就让他的国舅爷先成为高烈本部的大贼子，有了这天大的靠山，谁还奈何得了我？家女盼望亲，所以是黄金，款款金项链，丝丝了无痕。
身体健健。爱卿怕了。万岁，你今日怎么如此高兴？爱卿有所未知，正当初登基时，臣下从侬一上之诏书，万民皆拥戴欢心。今日早朝正再次下诏，将天下典赋减去5成。万岁圣明，实乃换摄百姓之福。待到国库充裕，积粮蒙藏，百姓皆能四周安定之后，朕还要将租税田赋全部免去。爱卿，你是时候啊！爱卿，你又在想念弟弟了？万岁！爱卿，莫要哀伤，王邦一成，天下尽知。巧为我无影无声。这万岁，弟弟他不为的，过去皆真是有天下不为的。娘娘。哦，启禀万岁娘娘，东门教尉送来1000年乱之事，曾是娘娘宝地，请勿推广庭。今年
去菜场，我偷刮上
的情况怎样了？老爷，御林军正在收复水所，小人未来途中，看见渡进魏将军府的沈老爷也被押走了。怎么，连魏将军府也被收过了？是啊，老爷，这次是来真的了。我怕你即使渡进这国舅府，也难逃啊！不，老爷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是国舅的岳丈，我是王亲呐！不要忘了，国舅他也是在子啊！对，不过倘若国舅真的出了事，老爷你也没有好处呀！承认，那对王儿是万岁宠幸之人，是国舅的亲姐姐呀！总算国舅把天出一个头，也不会自杀的。不是国舅的人，难道还要是我老爷的谁吗？世间作性情万情，怎奈风里带自影，杀树一头算下来，老爷我一人呵呵心忘情。你去门口团听消息，我找女儿商量商量。是，国舅为夫。岁下次做那不法沮丧，你让苦子们告发弟弟高丽磅礴，必死在入。如今御林军杨送完弟弟到我，夫君，你总也在夫
已经昨日也太过问了，这是他是做事人。怎么？你不看过？御林军算有道案，乃是秉公办事，光明怎能管得？一定不管，我管不了。夫君，不用松下，母亲早上是弟弟将我养育生生，他总有千般的不是，也是我的亲生母亲啊！夫君。岂不是成了一个加害娘娘的最有力的把柄呐？我要毁了这战权国！
不让御林军随之扎到，他们手上就无有把柄，无有把柄也就动不了娘娘。只要娘娘无恙，天塌地陷又有何妨啊？也怎能如此了？来人，关闭大门！是，老爷，老爷，御林军都尉已经走了。什么？他们经过专场国舅府，有的是不，这是国舅府，虽不得的，可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国舅府，又怎么样？裴光平当不了几天过去了，万事为去为马吧。这个，他们竟可不把国舅放在眼里呀！参见国舅爷。你是后生，在下御林军都尉，来此作甚？奉旨捉拿要犯，不法在主少通。什么东西？国舅爷你抓少通怎么抓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据报少通便在府中。少通总算在府，完了天大的事由我国舅爷处置，你们抓他不得。国舅爷莫非有误上之意？便是误上，你拿我怎样？误上要万有包庇之财，便是包庇，你拿我又怎样？国舅爷，我们有公务在身，烦请国舅爷方便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手势？国舅父，既然知道这是国舅父，万贯是此大胆。满是国舅父，就是王府二公也要死。你尽管藐视我堂堂国舅父，我窦光平300年来手腕没有人过，今让我手腕要算数不能杀。凡谁有之，抗拒收复在无人王听国铁列战无上。一关斩我，国舅爷散开了。来呀，是。想你，是。
的？啥的？那作为爱情之意呢？圣德元明，身将性命担保，去万岁上面投国舅自裁。好，此次国舅一案，万岁，臣与娃要讲，先生与娃亲讲。万岁。沙城长命不自许，岂能忘百姓事情？心正放映真莫愧，杀过去，失信于民丢根本。韩素，韩素要你从城镇，莫伤王儿手作情，把关灯水去变通，杀过去温暖老人不将心。此来投国舅立改杀灭，立改杀灭，可是为子立长，莫藏其子呀！更何况杀都尉，常闻百姓议论纷纷，杀了国舅，他是公卿不法，死无停车。万岁！万岁呀！此事三思一万应，令快刀斩乱臣，性命于官非官，做公于潘守民心，把官严明，报国舅，是为人对你担保群臣，家太妇你少年气盛当首领，为将军完成我，改不了，进行成平啊！
同恶意挑唆4次，指望少同一定4罪。对国军年少无知，故免举4罪。教育王位，永居内宫，年加官臣。杜为年政执法，天下肃静。这封正气后，这是礼诏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！禀万岁，我们赵同在午门外叫冤。他叫什么冤？赵同言道：对国军同样是高丽bom白，抗之不正，枉法杀人，多苦杀灭。赵同为何就不能杀灭？也派副爷拉出去斩了。是，去吧。万岁，我看少同也自有理呀。非但少同给杀灭，就是从魏将军府中搜出的李子去杀，从张大人、李大人府中搜出的封印混蛋去杀，也该承担多苦杀灭了。加上你是开旁城，真正的无声霸道。万岁！好了，将少同抬出去斩了。是。万岁！真龙放开，真龙。
生之言，成年
帝2年4月丙申，父母之教，奉旨率文武百官进以鲜花素具，祭奠对国君光弼临县。北府对公光弼，请吾管境年少遥望，通贼一问，生死永别。少爷失身，累酒宴上，相怒神伤。吾父儿子不为上身，吾父退过去，儿子退过去，即万古。姐姐，你怎么身穿孝服？姐姐就得放心的等着，与弟弟诀别来了。你
方。